大家好，我是潘哥，今天来做一个用冬瓜来煎一个肉末蒸冬瓜，这个小孩子喜欢吃的。就把冬瓜削的皮，现在把这削好的冬瓜切成薄片，好，现在把切好的冬瓜摆下盘。 切好的冬瓜也摆好盘了，放一旁备用。现在准备了前腿肉，这个前腿肉好吃，把它剁进肉泥。现在呢，把剁好的肉泥入原味，放点盐，放点胡椒粉，放点蚝油。现在炸匀之后，现在把这肉泥放在那个冬瓜上面。 现在把它放到蒸笼上面蒸，把锅内加水，放上铁板，放在锅内蒸15分钟，15分钟差不多熟了。现在淋上精油籽油，撒上葱花，撒上椰油。 隔水煎冬瓜也做好，这些小朋友最喜欢吃的，喜欢的话请收藏转发，你自己可以试做一下，谢谢，我们明天见。